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叶牧师。今天6月12号，主告诉我们说，我在这里，我要帮助你。今天的经文在以赛亚书65章1到25节。一开始，我们的主就这样说，我随时要答应他们的祈求，但是他们不求。我等他们来寻找我，但是他们不来。虽然我一直呼喊，我在这里，我要帮助你，但是这是一个不向我祷告的国家。我们台湾是个祷告的国家吗？是个愿意向神来呼求吗？我们的主愿意来帮助我们。今天再次在这么困难，台湾此时疫情严峻之下，他再次来呼喊说，我在这里，我要帮助你。因为今天一开始的经文承接着64章的信息，我们看到昨天64章说到西安变为旷野，耶路撒冷成为荒场。我们圣洁华美的殿，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，被火焚烧，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毁。可是来到了65章，有新天新地的光景，是透过以赛亚从祷告中所领受的，也就是万军的耶和华回应先知为耶路撒冷的祷告。我们的主怎么回应呢？他分了4个段落，而且他在每一个段落一开始都说到耶和华如此说。从4面8方，主来告诉我们，东南西北说耶和华如此说。对谁说呢？从第1节到第7节，要对外邦人跟以色列民来说。那素来没有访问过我的，现在求问我；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；没有称为我名下的，我对他们说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多么大的应许！台湾本来是所谓的外邦人，但是主早就几千年前应许我们，主要拯救我们。那个拯救是现在进行式，也对我们现在的台湾来说，即便我们是悖逆的百姓，但是我们的主顾念，主是慈爱公义的，他说话算话，他也要对我们施行拯救，只要我们愿意呼求他，他在这里，他要帮助我们。接下来第8节到12节说到了那些寻求神和离弃神的，我们的主都爱，只在于我们愿不愿意返回我们原来的路，我们离我们的恶，而愿意回来到神的面前。神要施行拯救，侍奉仆人和不侍奉仆人的13到16节，神也是这样说，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，你们却因心中忧愁哀哭，又因心里忧伤哀嚎。这里又很清楚来分仆人跟不侍奉的人，在新天新地里是不断敬拜赞美。而我们呢？我们愿不愿意有新天新地的这样子的来赞美神呢？神不看我们是怎么样的人，不看我们过去是如何，现在是如何，他要看的是我们愿不愿意回应他，我们愿不愿意回转归向神，而愿意接受他新天新地的应许呢？因为最后的经文就这样说到，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，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，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，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，因我的百姓来快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
今天神也再度要来告诉我们，不管目前的情况，我们的情况是怎么糟，就如同64章先知说的，无人求告神的名，无人奋力抓住你，但是主，我们只要愿意此时此刻愿意回转归向你，抓住主你的应许，在第65章环境就改变，也就是在今天就改变了。在第24节说，他们尚未求告，我就应许；正说话的时候，我就垂听。我们看到，当人热切寻求神，神也热切来寻求人，主动出击来帮助我们。神在这里，神要帮助你跟我，我们就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呼求神吧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始终对我有耐心，虽然我常常一意孤行，有意无意地背离你的道，你仍然不断呼喊我的名，对我说，我在这里，我要帮助你。我愿意回归你面前，求你帮助我，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愿我们今天活出新天新地的盼望与赐福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你订阅，也给我们5星级的鼓励跟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